踢爆魚圈 V 殺面武器。哇！真係尖到你唔信。其實香港娛樂圈一直都有好多女明星為咗呢塊面走去整容削骨，最後仲搞到毀容翻唔到轉頭。呢啲情況喺娛樂圈真係成日見。被形容為整容大國嘅韓國，雖然整容技術數一數二，但其實有好多韓國女仔都會去當地嘅美容院做瘦面療程㗎，唔使打針開刀都做到 V 面效果。而且呢個療程仲吹到去台灣，上埋電視，連其他國家嘅 YouTuber 都勁讚，點擊率超過200萬。韓風吹到嚟香港就即刻上咗姊妹圖介紹。最近頻頻亮相音樂節目嘅人氣女子組合 S1， 4位美少女唔單止唱得跳得，而且個個都下巴尖尖。小記私底下問佢哋，原來佢哋嘅 V 面法寶就係韓國呢款粉紅色嘅 V 面面膜，敷住一邊瘦面一邊跳舞，真係好方便。將燒脂面膜敷喺下巴位置後，再戴上瘦面帶，令精華壁入面，改善雙下巴同包包面，而且成分安全，只需30分鐘就能 V 臉收輪廓。嚟緊如果各位師打有需要結婚、見家長，甚至打算去整容，不妨先試下呢款瘦面法寶先啦。而家萬寧至升價138蚊盒，去到25號咋，仲快啲嚟買！